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39篇1到12节与23到24节，在教会圣经的663页。由我来攻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请念双数节，最后23、24节我们一同攻读。诗篇139篇第1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在23、24，我们一同来读。上帝呀，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有公祷的时间，我们一同来为世界跟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一同为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来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民众能更认识基督信仰，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教会祷告。东吴安树堂的黄宽裕牧师为教会能够有充足的奉献，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着台湾面临着2013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也感谢神，让台湾的疫情能够得以控制，人民一切土地平安。我们一同来为这样的事情纪念祷告。我们一同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在圣道礼之前，有一个儿童夏令营的成果展。我们今年教会的儿童夏令营在礼拜5跟礼拜6举行，然后已经顺利完成。那这次比较特别是台语的夏令营，所以他们会学一些台语，那个蔬果怎么讲，还有念台语的十诫，还有唱台语的诗歌。那他们现在要来做成果表演，我们请牧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这个儿童夏令营的这个成果展，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的长辈，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光自己要背十诫，国语的十诫都相当的困难，然后更何况要用台语来背十诫，还有用台语来念主祷文。那这些小朋友他们经过1天半的训练，还有加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教导，他们竭尽心力的来学习自己的母语，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时间，我们也一起跟他们一起来背诵这些的内容。那当然，这些孩子们他们因为有的还很小哈，其实最大的才3年级的孩子，所以最小的大概小班的啊，所以大概才5、6岁而已。所以事实上，他们也许表现并不是那么样的完美，或是那么样的美好，或者是那么样的这个叫做这个让人家可以觉得他们都很会念。但是希望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有勉励跟鼓励，就是让他们可以从小的时候就可以学习上帝的话，一直到长大都不忘记哈。那我们现在有老师们正在做一些的预备，那我们也把这个台语的十诫跟台语的主导文，我们都放到这个 PPT 上面。那等一下他们上台唱的时候，还有他们在念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学习，跟着他们一起来背诵，一起来念这些的这个主导文跟十诫，还有来唱这个台语的八福。那这一首歌是他们的营歌了哈，夏令营的营歌，那也非常好听，是一首很棒的诗歌。那我们就要请这个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要能够来跟我们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演跟献诗哈。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没有掌声，还是我不晓得。好了，掌声已经有了啊。好，那我们的小朋友请到台前来了啊。请容许我们带小抄，因为实在不容易哈。那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念这个台语的十诫哈。好，来各位小朋友，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代唱的老师叫做阿基师哈，阿基塞啊哈。好，这个是台语的十诫哈。好，我们等一下小朋友念的时候大声念。不要担心，不要怕，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辈都会跟你们一起念哦，哈。记得昨天念的第一改啊。好，我们一起要来念台语的十诫哈，台语的10条诫哈。好，咱做伙来读哦，第一，好，来预备来，第一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唔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以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唔通害死人。
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摕，第9届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好，这个是10诫的部分哈。好，他们背10诫很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吧？我们大人都不一定10条诫命都可以很完整的背完哈，但是他们虽然是带着小抄，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背主导文哦，哈，来，我们请看一下主导文哈，台语的主导文哦，来，咱来读主导文哦，哈，好，做来读哦，预备，来，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好，很不容易的，各位，我们都用国语念，但是都不一定可以念得好，但是他们还要用台语来念哈。但是第3个他们要表演的就是唱8福，用台语的那个台语哈来唱8福。这首歌是很美的诗歌。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跟着音乐来唱哈。那他们要看着他们的词来唱这首歌，台语的8福哈。知道8福的内容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啊。好，来，我们来听他们的献诗哈。好，来看前面哦。可以的话，我们大声来唱啊哈！
阮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的。举个躬一下，谢谢。本来希望他们也可以做自我介绍，但是其实一天半的时间其实蛮赶的啊，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在办的时候能够再更多的加强哈。那我们除了让他们能够上来表演以外，其实他们真的也很辛苦哈，所以我们有2队的人在这边，其实有几位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是他们有2队的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要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帮我们颁给他们这个努力学习的奖品哈。好，来，红队的，你挂的牌子是红队的，队长在哪里？红队的啊，对的啊，队长来，队长。好，看一下哈。好，蓝队的，真的。那阿嘎呢？阿嘎有没有？啊，你是红的，蓝色的是哪一个？蓝色的是啊，乐言。好了，乐言来好了，哎，乐言是蓝队的，来等我对。啊，红队的哦，好，啊，他也是红队哦，拍谁你红诶？啊，蓝队来，啊，立想，啊，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请回到儿童主日学来上课哈。来，转过来，哎。要带孩子们不容易，所以我们几乎昨天的老师们已经使尽全力了，啊，包括还要带他们去市场买菜，都是很辛苦的哈。所以我们的老师们真的都是相当用心哈，所以多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们还有学生这些鼓励哈，谢谢。接下来圣经经课，经由迪花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攻读2处经文，第一处是旧约圣经第28章的创世纪28章的10到19节上。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27页，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上的门。”雅各清晨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8章12到25节，也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的170页。罗马书第8章12节，弟兄们，你们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是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有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是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了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那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等候。以上是上帝的道。谢谢迪华姐妹。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完小宝贝的献诗，现在我们要听另外一群教会宝贝献诗。今天松柏团契跟平安小组要一同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主永活在我心》。
谢谢松柏小组跟平安小组。再来读经，我们请翻到教会圣经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16页。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教会新约圣经第16页，由我来读。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今天诗班要献的曲目是点燃的蜡烛。
谢谢诗班。接下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不同的结局，由蔡牧师来为我们正道。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是一个美好的崇拜。各位，刚刚我们的献诗的诗班里面，有从最小的大概4、5岁，然后最大的96岁的，我们的100岁的，我们的那个应该实际上算100了哈，因为他是少报的年纪，所以应该是100岁的我们的张波波，但是他的身份证上是96岁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诗班。所以刚刚我们的崇拜是一个非常美的崇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诗班今天选的诗歌非常的棒啊，很贴切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跟我们的讲题。但是我们很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除了有诗班的献诗，我们当中也有4位牧师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我们当中最年长的我们的郝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哈，各位曾经我们的荣光堂的不算创堂，但是是最早期的牧师。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义文牧师，也是我们当中的义务的，在我们当中帮忙的传道人。还有我们的吴基仁牧师，也是我们的郝牧师的女婿。另外一位吴牧师哈，还有蔡牧师，我们有4位牧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有4位传道人，然后我们有这些诗班可以一起的献诗。更重要的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好不好？我们也给彼此一个鼓励，一个掌声，我们也给上帝掌声，好吗？我们通常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不太献诗的时候，或者是做礼拜的时候，不太给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怕人会觉得说，哇，这样人就骄傲了，好像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很不敬虔？其实不必要，不必要觉得那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给这些服侍的同工有这些的掌声。若不是上帝透过他们来服侍我们，我们一点也不能够来享受这么美的这样的一个崇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上帝的作为。当然，上帝透过很多人做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上帝。上帝做这些工作都显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人，但是其实我们也在感谢那位在后面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位上帝，他所做的美好的事。所以让我们的教会的氛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就是我们更多的赞美跟肯定跟鼓励，让我们的荣光堂的文化成为一个鼓励的文化，成为赞美的文化，成为肯定的文化。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笑话而已哈，千万不要当真。各位知道，男生其实很钝的，有时候一些重要的节日是不会记得的。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35年的时间。各位，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女孩子都要用一些暗示，或者是都要用一些提醒，来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天，他们结婚了35年，他们一直都坐在餐桌上，他们都一直固定的位置。然后这个太太，她为了要暗示她的先生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说：“老公，我们已经坐在这张桌子上，坐在这个椅子上35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先生呢，叫做不解风情，他回答了什么？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个位置吗？”听得懂意思吗？因为我们都固定坐在这里，你坐这边，我坐这边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个位置是吗？其实并不是要换位置，他是要提醒他的先生，今天是结婚35年的时间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人家的暗示，包括明示，都要能够提醒自己，能够明白，能够了解。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用这篇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祷文；当我们要读经的时候，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把上帝的话放到我们的心里。诗篇119篇里面提到上帝的话都是非常宝贵美好的这些的金句，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要读经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诗篇119篇里面很多美好的词句，让自己可以专注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听过的上帝的话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都在诗篇119篇里面。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先开始的地方要先跟大家介绍最近这个论坛报他们出了很多的一些的图片，我觉得相当的好，也给我们有一些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注意的是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觉得做礼拜应该庄严，做礼拜应该慎重，做礼拜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式，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散会后的生命。所谓散会后的生命是什么？当你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出去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教会要看重的不应该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而是在聚会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叫做练习赛，真正的比赛是在出了教会以外的地方，才是你真正信仰的比赛。所以教会最重要的要看重的不是聚会，而是散会。散会之后是否在家庭、社群、职场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多少人能够活出散会后的生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会唱诗歌赞美上帝，我们很会读经，很会祷告，我们很会做这些信仰的操练，但是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敬虔，跟那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在生命的当中。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曾经我在马祖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带敬拜，后来他的长官来到教会里面，他说：牧师，请告诉我的这个同事，如果他能够在工作上面就像他在教会带敬拜那么样的美好的话，那我相信他一定做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出了礼拜堂以外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只有在周日、周一到周六，我们常常活在那个没有敬拜的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周间需要有团契的聚会？团契聚会让我们能够时常被提醒，我的平常的生活也应该要有信仰的生活。所以当散会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爱邻舍、爱人如己，可是散会之后，我们能不能也去这样的爱邻舍、爱人如己？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接受礼拜天的教导，主日礼拜教导，牧师讲到说要爱人如己，所以他想要回去实作。但是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说：我爱不下我身边的同事，他就是这么糟糕，他就是这么差，我怎么爱得了这样的人？所以事实上，各位要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在知识上很容易，但是要实做出来是并不容易的。所以到底我们跟其他的团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是戴着面具来的，然后结果离开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面具。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叫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戴着面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参与做礼拜是戴着面具的，那么可能我们出门的时候，或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要戴另外一个面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戴面具的，不是我来到这边换一个面具，到另外一个地方换另外一个面具，并不是这样。所以稳定的基督徒生活、小组聚会，包括我们平常的时间，有灵修、有祷告、有这些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信仰活动的当中，对我们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小组，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平常周间的时间都可以使用。我们有姐妹会，我们有平安小组，我们有社青的小组，我们有诗班的练习，我们有这些的很多的小组都在周间当中会进行，包括我们也有叫做制服艺人的课程，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有这些的实作。所以小组生活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建立在周间的生活当中，除了礼拜天以外，我们能够在周间有更多的很好的时间可以
更好的这样去接触人。所以这里面提到说，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上帝召选人出来建立了教会，然后也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期待我们在各个层面都活出天国的样式。刚刚那首诗歌里面说，天父就在我们中间，天父在我们当中，不是只有在礼拜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在社群里面，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都让上帝参与在我们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分级分等级，就是这个时间上帝是摆第一位的，家庭第二，工作第三，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排列。事实上真正的排列应该是在工作的时候，上帝是我的第一位；在家庭当中，上帝是我的第一位；在我的人际关系里，上帝是我的第一位。所以无论你在任何的情境里，上帝都是你的第一位，那才是你的信仰，而不是分做礼拜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家庭生活第二，然后什么第三，并不是这样。所以家庭生活当中建立天国，社群里面建立天国，职场当中建立天国，都是我们应当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做那个光，因为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生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信主久了，我们的朋友圈也变少了，变小了。然后很多时候以前的朋友都断光了，以前的朋友都不再有了，因为我们不太去接触人了，我们开始以教会的生活为中心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损失了一些叫做做见证的机会。所以散会之后才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因此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在家庭当中，在社群里面，在职场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散会的时间是比聚会要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在我们聚会有多少人，而是我们聚会完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看重那个散会后那个更重要的时间跟生命。所以这里他给几个建议。第一个，每一天建立灵修的习惯跟你的生活，让你的每一天都能够浸泡在上帝的话语的当中，每一天与主有美好的亲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每一天我再怎么疲累，我一定要读上帝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一定拨出一点时间来跟上帝亲近。第二个，这里建议说可以速读圣经，但是我觉得更好的事情是除了读经以外，最好的就是你能够时常思想上帝的话，思想圣经，思想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诗篇第1篇里面提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除了我们读上帝的话，也要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当中的好牧师常常提醒我，他说要吃圣经，要背圣经，要读圣经。其实吃圣经、背圣经、读圣经，就是你要消化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面。第三个，要随时多方的祷告，让你的家，让你的工作的地方，让你所在的这个群体里面，能够成为祷告的地方，能够成为祷告的殿，能够成为你的祭坛。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祭坛，好像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特殊是当你在那里跟上帝见面的时候，那里就是你的祭坛。不是说它是一个特别要在礼拜堂里面，或是要在祷告室里面，而是你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当你尊主为大，让你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连接起来的时候，那里就是你祷告的祭坛。当你在家里面，你能够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在那里跟上帝有美好的祷告，那里就是你祷告的祭坛。在教会里面，你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美好的祷告，在教会里你就建立了祷告的祭坛。所以多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跟样式。这个图我很不容易从网络上抓到，其实我心里面很感动。各位知道，这个应该如果当过爸爸妈妈都晓得，这是出生婴儿的照片。可是各位知道他手上抓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当中有护士，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叫节孕器。据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越南的小朋友，他出生的时候手里握着他妈妈身上的节孕器。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生命的力量有多么伟大。当上帝赐予这个孩子有生命的时候，即使那个节孕器装在妈妈的身上，
仍然这个孩子是可以出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最困境的环境当中，你仍然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很多的拦阻，很多拦阻，结孕期好像那个拦阻一样，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出生了，因为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重要的是，那个生命若不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样的一个样式。好，所以今天时间要比较紧凑，请大家要跟着，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谈这些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相当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今天的礼拜是很丰富的。好，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叫做麦子跟稗子。各位，这个是麦子跟稗子的照片，请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两个东西是长得很像的。麦子跟稗子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麦子是可以吃的，但是稗子是有毒的。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如果去到田里面，假设我们当中，因为台湾比较少种麦子，但是如果各位有去过其他的地方，可能会看过，或是照片里面有麦子跟稗子的一个照片。我们当中也有植物专家也许他有更多的这种图片跟照片可以供应给大家。麦子是可以食用的，稗子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或是对身体是有影响的。那跟我们今天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样的关系？各位，今天的经文跟内容是耶稣在解释他所说的那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的一个解释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里面提到一个事情是，有晚上的时候，耶稣说晚上的时候，他说主人本来撒的都是好的麦子，都是好的种子，但是晚上的时候，他说仇敌趁着人睡觉的时候，就把稗子撒在田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才刚讲过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撒种的故事跟意思，就是上帝把他的话撒在人的心里面，那人的决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你要成为一个硬的土，或是你要成为一个柔软的好土，让上帝来工作，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不是去批判别人，而是来问自己。所以今天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也是问自己，而不是问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骂别人，或是讲别人说，你看他的生命好像稗子一样，他是一个坏人，他不是一个敬虔的人。稗子跟麦子长得很像，所以稗子它虽然长得像麦子，但是它并不是麦子。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外表很像，但是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台语有句话讲叫做“港罐无港师傅”，听得懂意思吗？同样一个武术馆里面，但是师傅是不一样的，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麦子跟稗子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结出来的内容物也会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用这些来批判别人说，你看这个人好像稗子一样，像基督徒，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时候都会做这些的批判，但是事实上，这里并不是要叫我们去批判别人，而是要问我们自己，我是稗子还是麦子？我如果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我应该活出的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我里面不是耶稣的样式，有可能我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像麦子，但是没有麦子生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当一个很敬虔在教会里面唱诗赞美上帝的人，但是出了教会门口以外，就活不出那样的生命。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各位不晓得喜不喜欢看，但是我蛮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也很喜欢看那个武侠剧的电影。各位知道金庸小说里面写了很多的人物，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岳不群，知道吗？可能有的人听过，有人知道，他是华山派的掌门人。然后各位知道人家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外面是正人君子，可是里面是坏东西在里面。你就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那个外在是很漂亮的，可是里面没有那样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当久了，我们也会变成是我是行礼如仪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跟样式。因为稗子跟麦子长得很像，所以很难区分，通常都是要等到长大成熟了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麦子跟稗子一起的成长，以至于到最后上帝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收拾这些的稗子，然后用火烧掉，然后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教会里面，我们一般传统教会很少讲到末世。
牧师要跟大家提醒一个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爱，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少去讲末世的时候，这个经文里面却提到，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个礼拜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这样问我，他说：牧师，如果这个信主的人是不是应该要上天堂，然后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应该要下地狱里面去？好，然后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的人没有信耶稣，他就死掉了，或是他不认识耶稣，他就死掉了。那他到底要上天堂，还是要下地狱里面去？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代替上帝做决定，代替上帝做判断，判断这个人应该要上天堂，这个人应该要下地狱。很多时候我们帮上帝做判断，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罪，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上帝，去要求上帝说他应该要下地狱，或是他应该要上天堂。所以今天的经文不是要指教别人说他应该下地狱，他应该上天堂，而是问我们自己：我是稗子还是麦子？我里面是稗子的生命，还是麦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爱德华兹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假冒为善者跟真实的圣徒的言行举止是多么的相似，然而只有上帝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山羊，什么是绵羊。所以后面耶稣讲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的时候，他也在讲同样的东西，一样是信主的人，但是哪些是山羊，哪些是绵羊，不是我们去批判，而是上帝自己会做分辨。上帝分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是去代替上帝分辨说，你看他是麦子，你看他是稗子。很多时候我们代替上帝去做决定说，你看他的行为这么不好，他应该是稗子，他的行为比较好，他应该是麦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代替上帝做这些事情，或甚至我们觉得他是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所以他的生活比较好，他的行为各方面比较好。不一定，基督徒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基督徒只代表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这里提到说，稗子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是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各位，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要把稗子跟麦子来做分开。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天使要在我们的当中把稗子薅出来，然后世界的末了也要像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的提醒，不是你要提醒别人，是你要给自己提醒，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要收在仓里，还是我要在那个被烧掉的火炉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信上帝，那么我们应当把上帝的话常放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你是神的生命，你就会活出神的生命的样式。另外一个需要提醒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跟着牧师跑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哇，这个是名讲员，这个我们应该跟着他，或者是他是很会讲道的，或是他很会做什么服事，跟着他。事实上，一个更危险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武器比滥用经文有更大的杀伤力。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谨慎小心，为什么希望弟兄姐妹要多读圣经？因为你怎么知道台上讲话的那个人他所讲的内容是真实的？唯有你读圣经，你才能够明白这个人他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叫做牧师，他讲的道就是真的。你必须要用上帝的话来看他是不是印证，包括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各位，在长老教会，在台语的教会里有出一个这样的顺口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叫做地狱乌噜噜，专关张乐教牧师。听得懂意思吗？地狱是黑的，关的全部都是谁？都是牧师，都是这些长老。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最难悔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让我们真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觉得我今天穿上这一身的衣服，穿上牧师袍，我就是一个牧师，并不是这样。牧师也在提醒自己说，我们穿的衣服，今天我因为是穿白色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平常我都穿黑的，然后只有中间这一块是白色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是白的。其实我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要记得，上帝会将报仇的这样的炙热卸在不信的人身上。
但是我们不是去批判谁信或谁不信，不是这样。要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稗子跟麦子要做这样的区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了越南的那个小朋友，那个节孕器虽然拦阻他，但是不能拦阻他的生命，他仍然因着有生命，以至于他能够胜过那个拦阻。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拦阻、碰到问题跟困难的时候，你有基督的生命，你有耶稣的生命，你能够胜过那样的拦阻，胜过那样的困难。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那个叫做好像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有那样的生命，活出那样的生命。所以稗子薅出来，用火烧掉，因为他的生命不是属上帝的，所以将来世界的末了就要这样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信靠羔羊之血的人，就必要受到羔羊的愤怒。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有耶稣宝血的人，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已经得着那样的应许跟救恩。然而拒绝跟不愿意接受的，将要接受到羔羊的愤怒。我们来看一下41节跟42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批判别人是麦子跟稗子，而是要问我们自己：我自己是麦子还是稗子？我是接受了基督的生命，还是拒绝了基督的生命？我来当基督徒，我有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还是我仍然活在世界的里面，但是表面上像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信靠羔羊之血的人要受到羔羊的愤怒，包括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心里面的。稗子长得像，但是它没有生命；麦子是有生命的，所以那会显出一个不一样的结局。所以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只剩下那么短的时间而去做那些我以前不做的事情。他说我已经决定，我永远不做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遇到患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显出我们生命状态的时候。所以43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他说义人的结局是什么？43节我们来看一下43节，一起念来。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麦子要收在仓里面，稗子要烧掉。对很多人来说，永恒是近前人的白昼，然而有很多人是活在黑暗里，所以永恒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的黑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要活在光里，还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生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能够学一些功课。第一个，属基督的人要有基督的生命。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不代表你礼拜天上教会就是基督徒，而是你每一天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提醒，是我们当基督徒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而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因此也显出那个恩典的生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属基督的人要做出选择，就是你要活在罪里面，还是你要活在恩典的里面？罪跟恩典不能同时掌控一个人，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拒绝这个，不是接受这个就是拒绝那个。所以你在爱的里面，你就不能够在罪的里面；你在罪的里面，你也不能在爱的里面。重生的人要接受上帝的意愿跟支配跟差遣，以致他们的心能够定义于圣灵的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你要做一个选择，是你要活在恩典里，还是要活在罪的里面。所以 C.S. Lewi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要介绍你一个觉得舒适的宗教的话，他说我不会推荐你要接受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不是要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就无灾无病，信了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信了耶稣之后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信耶稣是要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让我们感觉舒服，而是要背起十字架，每一天要来跟随主的。
第三个，属基督的人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外在像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在是不是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外在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像，也许我们的行为各方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有基督的生命跟没有基督的生命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所以人不能靠自己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只有依靠上帝的圣灵才能够活出那样的美好在我们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人的生命会显出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耶稣说，好的树会结出好果子，不好的树就结出不好的果子。上帝帮助我们，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结果就会结出那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麦子活出麦子的生命，稗子就活出稗子的生命。我是活在基督里，我就活在麦子的生命里。如果我是活在魔鬼和世界的里面，表面也许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最后结论的地方，福音就好像两面的刃一样。所以这里提到说，你不是被福音拯救，就是被福音来定罪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我是在恩典里还是在罪的里面，我要常在基督里还是我要在世界的里面。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好像是用世上的态度在工作，我在教会里是另外一个态度，而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不管在教会里，在出了外面之后，每一个时刻我都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基督徒不是来过好日子的，基督徒是每一天要活在神的恩典跟慈爱里。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会有犯错的时候，会有达不到上帝标准的时候，但是这些都显出上帝的爱，他也接纳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所以我曾经讲过有一个例子，就是各位知道有一种餐叫做代用餐，意思就是不是你去花钱去买来的，而是恩典。有一个代用餐，就是有一些餐厅他们会贴这个，你可以去吃代用餐，你付不了这个钱，但是有人帮你付了这个钱，以至于你进去吃的时候，当你进去吃的时候，你可以免费的享受这样的餐点，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不用付任何的花费，因为有人帮你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应该付代价，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而我们怎么样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回应，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领受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给恩典的人，让人能够来领受基督在他们的里面。人看见我们，是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我曾经讲过说，在马祖的时候，我很喜欢我们在马祖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就是很多人看到信耶稣的人来说啊，亚稣来啊，亚稣来啊，耶稣来了。人看到我们看到是耶稣来了，其实是很美的话。我们也许会觉得说啊，那个是人家的一个戏谑的话，但是各位知道，250年前卫理公会的会友也是被人家取笑的。卫理公会的会友被人家笑什么？卫理公会的会友被人家笑说你们叫做 Methodist， 意思就是四四方方的，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超越的那个想法的人，或者叫做圣经虫。他说你们都是啃圣经的人。所以卫理公会的会友以前也是被人家觉得啊，你们那个叫做不是主流的，你们是那个很这个人家觉得很撇弃的。但是我们应当要觉得很高兴，是人看见我们是看见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人家看到你说啊，这个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要感谢上帝，我们就代表了耶稣就在那里来执行这样的任务跟工作。上帝祝福我们，散会后的生命比聚会要更加重要。所以祝祷完之后不是结束，是开始。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祝祷完之后，我们做礼拜完之后，最重要的是你在生命当中平常的时候，你要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的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要不然我们活不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跟人不一样的生命。施恩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领受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让我们里面活出的是麦子的生命，而不是活出稗子的生命。谢谢你，不让我们做批判别人的人，因为这样的工作是上帝的。
但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应当怎么做来荣耀你、见证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金句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我们一同来读2次。那时，一人在他父的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我们再念一次。在他父的那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我们翻到新灵粮诗选368首，我们一同来唱《爱主更深》。我们唱第1节跟第2节。我们一同来预备奉献，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丰富的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让我们无所匮乏。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一些金钱，求你悦纳，也求你让我们常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常做蒙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向主呈献歌》。我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请弟兄姐妹请回座，我们再做一些事工报告，谢谢。我们大家会后再一起来交通。看到好久没有看到的朋友，就很想聊上几句，没关系，我们会后再继续聊。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7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那我们今天的爱宴还是继续的暂停，因为要配合政府的防疫的政策。那我们今天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敬爱的郝牧师跟郝师母以及他的女儿跟女婿来到我们当中。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好，我们欢迎你们。他们是最早来龙光堂的会友，欢迎你们，也欢迎你们以后常常可以回到龙光堂来聚会。那再来还有一个新朋友黄英宏弟兄，好，我们也欢迎你，欢迎你，他坐在楼上，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你，谢谢。好，
那7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跟收支表，6月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那牧师为了预备开设红本门徒的课程，那牧师在每周3的晚上7点半跟9点，在201教室有上新旧约圣经中览课程，欢迎大家来参加。那礼拜4的晚上有查经祷告会，那查考的经文是雅各书1章。那欢迎大家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圣经，并且为教会各样的事工来做守望的祷告。那我们本期的暑假儿童品格营已经圆满完成，那我们谢谢学生跟家长的参与，也谢谢一些同工的付出、老师辅导以及备餐的姐妹们。愿神纪念你们的摆上。那教会的制服艺人学院秋季班，总共这一次有开16个班级。那开课的时间是9月12号到12月5号。那请弟兄姐妹到办公室来报名。那教会父亲节将在8月9号来举行，那么欢迎欢迎弟兄姐妹也邀请家中的父亲长辈们来参加。那教会会支送在场出席的父亲一份父亲节礼物。那也为着教会有足够的经费支持网络直播事工，改变新的牧养方式来祷告。肢体消息，我们为着暑假即将到来，弟兄姐妹暑假的活动以及规划安排一切顺利来代祷，也为着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代祷。那以下身体不适跟新朋友，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请起立。3一颂。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工作、家庭、生活上面都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请在订阅中为今天肢体消息以及教会的事工来代祷。